来看哦，又搁有新的诈骗手法，有民众投诉讲，伊的朋友互骗去缅甸的诈骗园区，本地讲是一间贷款的代办公司在找人哦，只要飞去泰国办新台票220万的贷款，抽5趴，大概是当赚12万。机票搁有饭店拢是公司付哦。结果伊的朋友去年10月中出国了后，就失去联络，后来是有伫网络顶头向亲戚朋友来喊救命。警方表示讲，这民众目前人伫泰国，嘛已经在侦办咯。讲好要到泰国到机场往饭店的途中，却一路红载去偏僻山区，才知原来红载去缅甸诈骗园区变成受害人。受骗的异性男子失联2个月，才去透过社群联系到朋友，讲互欺凌，佮爱70万到90万的赎金才会当放人。伊嘛讲当地还佫有60多人受困。他是被骗说不用还的意思吗？超过了1个月前，他就是突然有办法在我 IG 上面留言，有一些求救讯号、地点那些。异性男子去年10月发现有贷款代办公司咧找人，对方讲只要飞去泰国到当地申办大约新台票220万的贷款，会当抽5%的赏金，台票大约12万，去的机票还佫有饭店的费用拢是公司付。伊非常的欢喜前往，才发现原来是骗局。本分局立即告知渔女，该男已经出境，并依据失踪人口查询作业要点规定，立即通报外交部紧急联络中心协寻在案。异性男子伫高雄的亲人，去年10月下旬来报案，警方查这当事人已经出境到泰国，通报外交部来找人。目前检后伫台湾甲异性男子接触的嫌犯，通知对方到案说明，后续嘛按照妨害自由等罪嫌，以往苗栗地检署来侦办。公司新闻王柳婷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